欢迎收看台语一年长，愈讲愈认真。大家好，关爹。大家好，我是芬酸。今摆一定2022年8月啊。对。咱每一季吼，拢会推荐大家吼一寡动画。啊，这动画吼有当时啊，就是讲因为有咱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咱来咱推荐几部啊，咱看到感觉袂歹。啊，有当时啊介绍吼，伊可能是新的动画，啊嘛有可能是第2季、第3季的动画。要毋过基本上吼，咱介绍过吼，咱就搁袂介绍第2摆啊。你敢知影你进前推荐我迄个介意插头红啊？哦。对，结果我就等去看，我去厝内用 Netflix 来看这个介意插头红啊。拄好有一个画面，就是这个男主角伊去扭女主角的身材，要替伊做衫裤。结果阮妈妈拄好看到迄个画面。迄个女主角，我知这部我知，这部伊就是迄个女主角，伊当穿内衫内裤，对无？啊，男主角咧帮伊扭，伊嘛做迄个男主角吼，种眼药，嘿，种眼药。迄当时阮妈妈就甲我讲，你是来看这啥物物件？啊，你安怎回答伊？我就讲哦，这滚一边甲我推荐的。啥啦？嘿，迄是我甲你推荐的啦。对啊。啊，你真正咧讲，恁老母八卦？系啊，因为咧看台剧真认真啊。安尼多谢啦，多谢妈妈，多谢哈。你逐集拢有看？哎呦，遮尔支持哟，多谢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所以即摆搁要来推荐啊。是，啊，咱今仔日第一部是啥？今日要来讲来自深渊的第2季。伫即个漫画内底啊，有一个真特别的土坑。对。土坑就是讲吼，你有一个坑爱做深的安尼，啊，迄个做深的迄个伊红叫做深渊。后来有一摆，女主角啊，李可伊的妈妈，就是互找去遐出任务，因为伊的妈妈是一个白蝶冒险员，所以伊就互派去迄个深渊做任务。是。后来女主角啊，就看到因妈妈留一张批，叫做“我伫深渊等待”。这位女主角就去到迄个深渊要找伊的妈妈，结果却拄到一个机器人咧救。所以吼，伊来自深渊这部动画吼，伊其实吼就是讲，伊含伊的机器人的朋友去深渊内底咧探冒险就对了。这个深渊啊，伊姊妹落去一定，伊就开始因为伊外在的条件，佮有压力的改变吼，就开始吼会互人体产生一寡奇怪的变化。譬如讲吼，伊来到第4站的时阵，伊的身躯吼，伊开始失控老化，甚至到第6站的时阵，伊会开始变成怪物，失去人性。啊，因伫第4站的时阵，因为伊开始失控老化的时阵，就有一个应该是讲已经失去人性的这个人，伊变成一种物件叫做星骸。这个星骸吼，伊拄到一个无失去人性的星骸，就是有2个星骸，啊一个伊无人性，啊一个是有人性的。伊无失去人性的迄个吼，伊叫做娜娜吉。娜娜吉伊就帮助去医治 Rico， 要毋过吼变成星骸的娜娜吉吼，其实伊家己做有感想的。伊用一句话来形容生骸这个状态，伊讲的就是讲，以早是人类，但是伊的生路已尽，求死煞无门。这个观众看了这个动画了后，你感觉吼第一个感想吼就是胃疼，意思就是讲吼，伊感觉足好看，要毋过吼足折磨人的。所以来要来推荐第2出异世界转来的阿姑，就是这位阿姑，伊原本已经昏迷真久啊，昏迷差不多17年。伊昏迷这段期间，伊去到一个异世界，然后伊伫这段异世界的过程当中，伊佫学会晓魔法，然后伊佫会晓用异世界的语言甲别人沟通。所以伊的外甥啊，知影这件代志了后，就甲讲哦，我会当甲你的这段过程，佫有你的魔法，变做影片，放伫社群网站来趁钱。就是变做那 YouTuber 迄种感觉，对。啊，后来伊的成绩佫做甲袂歹，啊，毋过因为阿姑昏迷这段过程已经有17年遮尔久啊，就因为安尼产生一寡世代差，就是年代无共啊，所以就发生真侪笑亏的代志。是啦，因为这个阿姑吼，其实伊是为剑看魔法的世界倒来，所以伊倒来的时阵啊，伊就开始讲伊的冒险的过程，啊，看伊倒来遮现实的世界内底吼，因2个故事伫遐交叉，就是插一段冒险的故事伫因的对话。对，所以吼，伊这算是温暖。有笑亏，拢有诶，所以吼一推出了吼，足受欢迎诶。所来要推荐的就是异世界药局，这出漫画袂亲像你食饭的时阵咧用的迄种免洗池，食一摆就淡掉，看一摆你就无想要搁看。毋过这出异世界药局伊的设定其实是真特别的，就是互你看了，你搁会想要搁看。异世界药局吼，伊其实咧讲吼，本地是现实世界一个药师，伊伫咧研究做药啊迄种药师，伊想要做一个新的药。
药啊出来，也毋过吼，因为伤操劳啊，有一天吼，伫遐用药啊用了，伊倒伫伊的研究室内底，就因为过往去，所以爱死去了吼，伊就来到异世界。伊来到异世界，伊就伫一个贵族药师的囡仔身躯顶变成迄个囡仔，伊就开始吼，甲伊以早伫个原本世界内底的知识，伊就用即个知识吼，伊到第4集的时阵，伊就甲伊迄个世界的皇帝，甲伊的戏路病甲医药好啊，引起吼，足侪人感觉，哎哟，这个囡仔哪遮厉害？其实吼，伊来这异世界真正原本即个囡仔，伊是互雷卡着，啊，搁咧分裂，啊，伊拄好转生来即个异世界的时阵，拄好用着即个身体，啊，伊身躯顶拄好有一个纹路，就是一个记号就对啊。一个记号，啊，迄个记号吼，互大家认为讲话，伊是药神的记号。所以啊，即个囡仔变成原本迄个药师的时阵，伊可以用魔法来做药啊。伊伫头壳内底想讲吼，即个药啊是啥物染做会变成的即个药啊，啊，伊就个头壳内底想迄个分子结构，就甲药啊，药啊就生出来啊。毋过我感觉其实异世界药局伊阁有一个真特别的理念，就是讲伊会当用真优惠的价钱，互一般人拢会当买到。因为其实伫即个异世界内底啊，药啊拢足贵的，所以讲就算伫异世界内底，像你头拄仔讲的贵族，伊嘛袂开钱互平民，或者是互使用人会当用钱去买到药啊。伊要推广即个观念，所以伊就开一个药局，叫做异世界药局。啊，最后一部吼要讲的吼，就是《迄青公主砍豆丁技术》。即个故事吼就讲地球面临一个要毁掉的一个危机。即个危机吼就是讲吼，伫外太空内底有一个足大的钢推啊。即个钢推啊吼，一旦伊甲地球安尼卡落去，规个地球就会嗨去。所以吼，因逐个人吼为着要解救即个状况，有个人伊身边就出现一寡动物。男主角伊边仔出现的动物就是豆丁。伫迄个过程内底，伊佫有拄着一个公主。公主伊的能力足强的，就是力足大啊，会拍妖怪拍甲足厉害的啊。因斗阵吼，含其他的一寡技术，做伙来解救即个世界。也毋过，因上尾啊目标嘛是要毁灭即个地球。虽然讲迄个钢队啊降落去，地球会毁灭，也毋过吼男主角伊心内吼最后的愿望嘛是希望地球会当毁灭。意思就是讲吼，我要甲即个物件毁掉，你袂当毁。爱走就是我来走啦。是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安尼我才会当伫史上留名。是，啊嘛毋是啦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虽然你头拄仔已经讲你迄出是上尾啊，毋过起码阁有一出要来推荐。哎呦，这出就是叫做 Overload， 啊已经是第4季啊，已经伫7月时阵就已经开始咧放送。毋过这出漫画伊其实是对小说改编做动画，嘛是得到真侪人的支持，而且大家拢真乌鲁，所以就感觉讲一定要来推荐这出漫画，互大家知影。其实 Overload 吼，我为第2季开始看，我拄好用一个假日的时间，甲第1季、第2季一口气看了，因为实在是伤好看。大家吼有闲一定会当为第1季一只吼，录到伫即摆第4季。啊，咱时间无偌济，所以吼，咱当推荐即几部啊，咱感觉好看，互大家看。希望吼，这个推荐吼，对恁来讲是有帮助的。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《大英一连灯》，拜拜。